自2022年8月27日，每日圣安宫读经，坚忍向前跑走。圣经希伯来书12章，咱对第1节来做伙读到17节。既然有遮尔济的见证人，亲像云甲咱包围地，咱着排除一切的阻碍。甲一直伫颠簸咱的罪，坚忍跑走头前的路程。着做神看耶稣，伊是神的创始者甲完成者。伊为着排伫头前的喜乐，无视凌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现在已经坐伫上帝宝座的正边。着详细想即个人的所做。恁才袂灰心失志，伊安怎忍受罪人对伊的侮辱？恁甲罪恶斗争还袂抵抗到死的程度？恁减袂记得上帝苦劝恁，亲像伫苦劝囝儿。伊讲：我的囝，毋通看轻主的管教，受伊责备，嘛毋通灰心。因为主管教伊所疼的人，鞭拍伊所接纳的逐个囝儿，着忍受管教。上帝款待恁，亲像囝儿，兼有囝儿无受父母管教。恁若无受所有的囝儿所受的管教，恁就是私生子，毋是真正的囝儿。受肉体的父母管教。咱着尊重因，何况受灵性的爸管教，咱兼毋应该着搁较愿意顺从来得到活命。肉体的父母暂时久照家己的意思管教，毋过上帝管教是要互咱得到利益，目的是要互咱有份伫伊的圣洁。咱逐遍受管教，袂感觉欢喜，反倒忧伤。毋过经过管教锻炼了后，会结出和平的果子，行做正直。所以，恁骹酸手软的，着坚强起来，着修得恁要行的路，才免互摆的骹突轮，反倒得到医好。着努力甲众人和睦，过圣洁的生活。若无人会见着主。着谨慎，才免有人失去上帝的恩典，才免有毒草发起来，造成危害，致到真侪人受污染。才免有人淫乱，无敬畏上帝，亲像以扫为着一顿吃出卖大囝的名分。恁知后来伊爱得到祝福的时受拒绝，虽然伊流目屎恳求嘛无得到，因为伊找无机会通悔改。坚忍向前跑走。前台湾基督长教会总干事郭俊明牧师伫会议录中捌讲到伊阿公高长的故事。高长少年的时，对厦门来台湾，家己创业未成，规日看家相逐，人狗相拍，营无代志做。有一日，伊要去庙里求神明保庇伊跋筊赢钱。当伊经过看西街，听到一个外国人用台语传福音，一听就着迷，竟然袂记得要去庙里求神这件事。迄位外国人就是宣教师马雅各。后来高长常常去听道理，落尾信主受洗，搁立志投入传福音的行列。当当时，宣教师要试验高长的决心，甲伊讲，初入教会传道者遭遇的艰难辛苦。高长应讲，袂要紧，我毋是为着钱，也毋是为着生活，我是为着使命，
欢喜为耶稣来食苦。伊伫传福音的过程中，捌互暴徒拍伤，去官府求助，反倒转受刑罚。就算身陷乌牢，伊的信仰袂捌动摇。出家了后，伊游园世界传福音。伊讲：我做上帝工，上帝互我开力。伊温群探访，待人亲切，尽忠侍奉，尽伫宣教士器中。今仔日这段经文，希伯来书作者劝勉信徒爱专心注神看耶稣，因为伊是神的创始者甲完成者。这提醒咱，耶稣基督是咱努力的目标，是咱专心关注的对象。总是伫生活中有真侪有效阻碍咱军队基督，迄妨害咱努力奔走向前行。拄好是甲咱高高甜毋放咱煞会做。对于基督徒生活的教导，初来教会强调必须忍耐、有耐心、坚持，甲即种生活态度看做圣神的轨迹。即种生活态度就表现伫基督徒的生活见证。虽然希伯来书作者伫遮无明确提到，咱也会拄着十字架苦难和羞辱，毋过实际上，基督徒伫生活中确实会拄着苦难和羞辱，阻碍咱向前奔走。希伯来书作者勉励基督徒爱坚忍向前奔跑，强调基督为着等待予伊的喜乐，已经忍受世上一切羞辱。咱也应当为了这个来努力，忍受眼前的苦难甲侮辱。这个苦难甲侮辱是出自罪人对耶稣的敌对，以及罪对基督徒的挑战。所以，基督徒必须奋力抵挡。希伯来书对上帝拯救世间人的历史，用世间人管教家己囡仔的角度劝勉基督徒，苦难并毋是出自上帝，总是上帝也袂阻挡苦难，予伊袂发生。一切拢伫上帝稳准甲掌管。作者深信，耶稣基督诚侪拯救，要予上帝子民拢通圣洁，通到伊面前敬拜。作者劝勉当时属上帝的子民，爱甲罪恶争斗，忍受凌辱，也提醒今仔日的咱，的确着保持圣洁，互咱通分享上帝的神性。默想，信仰的路毋是一条好行的路，着怎样排除一切障碍，高高甜会做，坚忍奔跑头前的路程呢？信仰的路毋是一条好行的路，着怎样排除一切障碍，高高甜会做，坚忍奔跑头前的路程呢？咱来祈祷，主啊！伫信仰的路上，感谢你安排真侪见证人，亲像云彩围绕我，求你帮助我坚忍走完这条信仰的路，奉主的名求，阿们。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